继续来关心2017年代替产业工会不满代替计薪、有休困的问题，发动伫国定假日春节依法来休困抗争哦。后来是有300外人互处罚，代替工会向劳动部申请裁决，佮上诉到行政法院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判决讲要求要撤销处罚。产业工会今仔早起佮去劳动部订正，伊是要求讲劳动部莫佮上诉啊，互国定假日劳工有权利来休困。 因为不管薪水价也个资方摆办的方式，代替产业工会伫咧2017年发动国定假日依法休假，伫过年前4天通知资方国定假日依法未上班。伫事后337个人被停诉，连带影响迄年的考绩也个奖金。工会向劳动部提出不当劳动行为裁决被驳回，所以又搁提行政诉讼救济，官司判了7年。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一审判决出来，认为雇主无伫咧一定合理期间事先得到劳工个人同意，无符合劳基法所定的上架标准。产业工会早起到劳动部订正，希望劳动部唔通搁再上诉。劳动部依然故我提出上诉，自甘选择成为另一面台铁资方的门神。我们必须强调，劳基法对于国定假日早已写明需取得劳工同意。 劳动部与裁决会却逾越劳基法，擅自提出需要提前请假的要求。工会批评劳动部提上诉，为此敢若变做代替资方的门神。对比较，代替高层伫咧公司化了随调薪水，基层争取权益，煞才经过官司拍几多年，看起来是真考试。希望劳动部若是认为国定假日劳工无应该有休假同意权，就应该行修法的程序。 临时拍诉讼来为资方背书。这个案子在上诉的期间，因为不管在程序的问题，或者是实质的争议问题，各个判决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厘清这个行政法院他们最后到底的见解是怎么样子，所以这个必须要由最高行政法院来最后的定夺。 另外，对有工会批评，代替伫咧公司化了，基层的薪水也是真低。交通部回应讲，代替已经甲 从业人员提具规划送行政区，除了基本薪以外，各地人员依照职务的特性、专业的属性有设计职务薪水，以后的起薪差不多是3万6到4万2。代替公司也会继续甲代替的同仁沟通对话，保障员工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